今年头是台湾10年来做旱清理好的时间。去年10月的到今年2月的夜降雨量，韩国是67年来空气清少的。不过5月的夜末雨，韩国7月的风灾及西南气流带来雨量，抢世界的缺水危机，让人怕有天变黑的无水好用有疫情苦的。先前英国二来检讨的漏水水价问题，也都谈论无声无息的哟。台湾自来水公司的资料看得出。去年的漏水率有18.04%，漏水量有5.77亿吨，差不多是上错水库的吨水量。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呢，去年的漏水率是16.7%，用国际水协会建议的漏水率15%来看，还有好改善。一般来讲，要清耐漏水，如要靠专业的检漏人员，不过也是全台湾能60人的人在做一个事情呢。想靠行地来清耐家嘅漏水，也冇按监管哦。故作北水处同台水公司各自提出的降低漏水率的计划，而对关心台湾水压管理、漏水的方式、修漏的速度、韩国品质做稀释。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下先，台湾提降低漏水率作为按多乜嘅，又有乜嘅不足嘅所在。地台路巷天天的行，8點將去太溪、塘鎮溪嘅查漏水意見，同詳細嘅地嘅查，替代下嘅水管呢有漏水冇？一般我們出來的時候哈，都沿着我們的自來管線上面在停車漏。那本身這一台就是測漏器，哦，電子測漏器。那我們在走的時候聽到有漏水聲音，就是我們水管本身有壓力嘛。然後它破洞的時候會有噴的那個聲音，我們就是要聽捕捉那個聲音。查漏水人員當日啲嘅路巷來嘻嘻，會用動力嘅耳光來聽乃有漏水聲，就算作為20年嘅師傅，還係可能會斷查。有時候也會誤判啊，就是說車子的聲音啊，有時候也會啊很吵雜的聲音，也會誤判的。基本上我們在聽這個測漏要安靜啊，所以一般都是在晚上，差不多12點以後，越靜越好，越安靜越好。查漏水嘅人員一腳鋪，天天地潛出漏水點。不過全台灣漏水率還計動高，照台北自來水事業處103年嘅統計，漏水率係16.7%，台灣自來水公司統計係18.04%。同附近的嘢亞洲國家韓國數字7%，新加坡4.6%，日本東京3.1%來比，數漲色彩動態。過去確實啊，在早期，因為台灣社會的發展，那城市的發展，還有我們整個水管使用的這個管材的部分啊，都是比較大部分有50%就是屬於塑膠水管，而且它埋得比較淺。那因為管材的因素，因為這個地表荷重的因素，造成它常常會漏水。早期的管線當然在日本時代，它主要是鉛管，還有普通的鑄鐵管。那到了光復以後，慢慢這個石化材料越來越好的時候，它有很多的塑膠管類的這個管材就來選用。那它主要當時會選用，就是因為便宜啊，施工很快速。那可是它的壞處就是它的壽命比較短。所以一般來講，像塑膠管超過10年、20年以後，它就會有老化漏水的問題。除咗水管呢用到橋位，公司khiến自來水管呢冇留下乃條素材有水管呢嘅相關資料。故數也下會前乃有漏水，就從啲太會調度名證用嘅。早期應該蓋個自來水嘅水管哈，當初蓋完之後，冇留下很多那個資料。他在哪裡埋啊？埋多深？你資料量就都清唔到，好，所以等它發生問題漏水了，才來找那個管在哪裡這樣子。所以說你要去找它撿漏，有時候很困難，因為清唔到管在埋哪裡嘛，這當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啊。頭擺水管呢，見到乃單位冇留下記錄，韓國各地環境按度外啲，故所謂維護管線實在真難。
照统计，全台湾流水率高嘅四大地区，係台中市南投縣流水率係23.38%，花蓮縣係23.8%，台東縣係26.63%，分別係現正922大體統、國內別體、韓國體統按度措施呢。其中流水率最高嘅係基隆市、新北市淡水河以北嘅地區，流水率有29%按高。基隆它腹地很少，它几乎都是山，我们净水厂都是在平地，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加压站加压送水上去。那这个压力高的时候，它就容易造成这个管可能就是说管体破裂，或者是接头漏水。那因为它的地底几乎都是空的。所以水都落到地底边去，不容易这个侦测到。另外，基隆市，早期它这个航运非常的发达，所以它的这个交通卡车也很多，所以这个重量在这个道路上碾压的时候，造成震动，管线漏水的时候都落到地底边去。为查流水无按改，嘅流水率要很用嚟算出嚟嘅喏。國際水協會嘅標準公式。流水率係用總送水量減貼賣水量同有效無損前嘅水量，再講出總送水量。其中有效無損前嘅水量係照目前用現實環境嘅情形，會扣貼8%到11%。唔過按呢算出嚟嘅流水率，環保團體都爭議。他們的說法是說，可能包括表差，就是超表的那個表差，然後第二個可能是消防用水。那第三個可能是被偷掉的水，被竊的水。但是其實我一直在想說，那消防用水有那麼多嗎？我每天有發生那麼大量的那個火災，然後有大量的那麼需要那麼大量的消防用水，所以這個8%其實水利署、自來水公司有必要說清楚、講明白。那消防就是說，以我們過去的經驗裡邊來講，大概消防佔的大概是。1%到2%，就是全省這樣子，平均下來大概是這樣子，那再來一個就是說竊水量是沒有辦法抓到的，因為竊水量在什麼地方竊水，沒有去查到，不知道，那我們對這個竊水量，就是以過去的這一個，每年的統計下來，大概有3%到5%之間。這是非常的嚴重。我們對這個水表不準度裡邊，我們是把它定成2%。所以綜合這個前面這一些，我們統計下來，我們大概就是以這個8.1% 作為有效無忌諱的水量。國際水協會它是有一個建議的範圍啦，那唔過我定會當然有去。有去算啦吼，有去算過，那當然比例上吼會有一點點一些的變動，唔過差唔多都固定的，按呢固定以後沒有個好處都會講，我哋過一道嚴重的一道水吼，人要算得出來，唔過我哋各經驗都要檢討一下，一片呢會個貴。了解咧差唔多，唔是講有效無損前嘅水量就算唔出來。故所環保團體認為，實際嘅流水率聽錯比水公司統計嘅數目是高價當多。從佢長期關心水資源嘅地區公民基金會算出來嘅平均流水率係25%到26%，現在根本都難啲流體咧幾多水。水公司認可撈水潛進來，降低流水率。故所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喺民國95年提出20年200億元嘅送水管網改善同管理計劃，按算會撈流水率降到10%。台灣自來水公司係對民國101年起始來執行10年645億元降低流水率嘅計劃，目標係會撈流水率降到14.25%。那在95年的時候，我們的漏水率大概是27%。那到了去年103年這9年的時間裡面，到103年我們的漏水率是16.7%，也就是這9年當中我們降了10.3%。
每年都超过这个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我们预定目标原来是要每年降1%，那所以我们整个来讲，我们在9年当中降了10.3%，都远远超过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漏水率漏水率我记得是19.55%，那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是18.04%，我们希望是降到这个14.25%，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定14.25%呢？以这个国际水协它有一个就是说等于就是说国际水协它有提供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一个自来水它的这个漏水率如果说低于15%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自来水网。今日嘅日頭會偶然，按到嘅供應皮成太寬，東山萬嘅啲嘅關係，為留橋嘅關係問題，為咗亞條未冇按規，為克服同道關係剛剛差同路權管制內亞條問題。那像早期的话，电力公司的电线啊，或者是电信的这个电信公司的电线，其实都还是挂在电线杆上面。后来他们陆续下地以后，几乎常常都会埋在我们的管子的上面，所以我们去挖我们的管子的时候，都常常会碰到很多管线的障碍，所以我们都要找比较大的空隙去钻了，所以说变成施工上其实它的困难度要比早期当时在买的时候要困难很多。因为现在民主化了，人民希望就是说生活便捷，最好你就不要来挖马路，所以说县市政府对于这个挖掘路权的这个核准它是要求非常的高，它县市政府必须透过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个审查，所以通常你要取得这个路权，大概最快在3个月以上。因為路權韓國為監察管線嘅問題也解決嘅，水管嘅玫瑰同公橋，為了頭擺嘅塑膠水管嘅問題，一下都係用較耐用嘅3米鑄鐵管，也係 stainless 嘅水管。水管嘅度方還會加防塵帶東西嘅帶，按呢水管呢將會較耐用。水泥加磚襯底之後呢，它的表面積就變得比較光滑。那相對光滑的話，一些水的沉積物啦，或者那種礦物質，它就不會附着在那個壁體的旁邊。然後長時間下來，可能10-20年，它管線的管徑還是一樣。那以日本來講，它可能現在都走到粉體塗裝部分，因為粉體塗裝很明顯，它的光滑度比水泥襯底更好，所以它的附着物會更小。工大流水的出體櫃做前問題過呢，韓國會派人上網去查哪有流水。是推進步，韓做地用智慧科技監控設備來工大流水的。古所被水處同退水公司每溜小設立智慧水網嘅系統，為啲高技素材加按監測設備，高經過中央監控系統來了解水壓、水量也條資訊。那我們監控中心目前在外面的官網設置了差不多有將近200個監控點，它包括壓力跟流量的記錄。那所有的資訊都會傳到我們的監控中心來。那我們監控中心24小時有3位同仁在值班，來監控這個設備。那包括監視跟控制。因為這邊的話，因為我們的水庫距離這邊，我們這邊廠是拿梨潭水庫的水，梨潭水庫距我們這邊才有9公里嘛。那9公里的話，可能沿途的話，我們都會設那個壓力觀測站，監測那個水管的那個正常壓力是不是在正常值內。如果正常值異常的話，我們就要馬上派人巡視，或者說再找其他的監測點來這個比較，是哪邊發生異常。因為24點鐘嘅人員監控，是為內容唔正常嘅進步，就做得更加起漲，水漲唔會見到見到，被水處同退水公司行規在個建立行較完整嘅系統。因為每天的用水量或壓力，其實它是固定的。就是說，它基本上在某一個範圍裡面，譬如說夜間凌晨用水量是比較低的，晚上的這個9點10點左右，這個是用水量比較高的，它是有固定的頻率在走，所以我們把這個頻率呢，把它經過大數據的分析，
分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出一个范围，只要系统发生异常的时候，就能够及时来提醒我们去找出问题来。像我们大概明年我们会有一个示范计划，我们也会引进国外的先进的设备，它是一个噪音记录器，它记录的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些设备布设在那个小区里面的一些各个重要的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员不用到现场去听漏，我们直接在线上看，哪些记录器它发出的，它已经记录下某一个噪音值，那这个噪音值，那个告诉我们说，它可能这个地方会有漏水，它的比率有多高。也下其实天天会用智慧科技大数据嘅分析，会查哪有漏水。不过，北水处同台水公司还会面对原硬体条件唔大，送水体系突发的一大问题。故所以下主要行系分水管呢，韩工人实际去查来东毒嘅改善漏水地，短期内降低减退东毒漏水地很困难。